因為一邊做軟件一邊做硬件啊嘛。咁你硬件如果想繼續有更大嘅增長，就一定要有強勁嘅軟件發展配合啊嘛。但係我都睇到咧，好似美國呢啲大嘅龍頭企業咧，其實佢哋都好似喺度大家互相投嚟投去，好似 OpenAI 今日又投咗呢間公司，咁嗰間公司咧再接住嚟又投翻 OpenAI 咧，即係佢哋好似有交叉持股咁，會唔會將嗰個泡沫咧焗大咗佢咧？其實嗱。呢一樣嘢咧，亦都係正係市場呢刻咧就覺得係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啦。咁但係其實亦都好難界定佢係真係屬於叫做咩交叉投資嘅，因為畢竟咧你呢一啲咁高端嘅芯片啊，同埋 AI 人工智能，其實都係局限喺幾間龍頭企業方面發展緊㗎嘛。咁所以佢哋互相投資翻，互相去發展咧，亦都無可厚非。佢冇可能話攞夠錢去投資麥當勞啊、可口可樂咁樣噶嘛。咁所以佢冇辦法地底下，一定係互相投資，先可以令到嗰個呢一個技術咧繼續向上嘅。因為一邊做軟件一邊做硬件啊嘛。咁你硬件如果想繼續有更大嘅增長，就一定要有強勁嘅軟件發展配合啊嘛。所以其實成件事係好 make sense 啦。如果唔 make sense 嘅話咧，其實股價咧一早咧就已經反映咗出嚟嘅啦。咁我覺得呢一點已經可以解釋咗點解佢哋話交叉投資啊呢個問題，亦都影響到佢股價咯。因為啱啱開頭一出嚟嘅時候，我自己都有個錯愕嘅，因為喺傳統嘅金融市場啊、傳統嘅商業市場裏面咧，其實係好少見到呢樣嘢嘅。如果一見到呢樣嘢咧，好多時候都會質疑呢啲會唔會係一啲叫做我哋叫做內幕交易啊，或者係一啲有私相授受嘅投資。喺入面咧，咁但係其實我即係思考翻呢一兩個星期咧，我發現咧並唔係咁諗咯，應該要循翻我頭先嘅想法去睇。一個硬件公司要發展得好，一定要有軟件配合。咁佢賺到錢，佢投資翻啲軟件公司，去令到佢自己嗰個銷量啊或者需求更加谷大係好正常，而且佢亦都冇其他嘅選擇。係啊。